中意《使徒行者》嘅粉絲要留意啦，因為電影版今日正式開拍，而家帶大家去睇個開鏡儀式先。Hello， 晶哥你好，好啊！咁經過1年有多嘅時間籌備咧，今日呢個《使徒行者》電影版終於開拍啦，你心情點樣？我其實都係日常工作嚟嘅啫，即係我都唔少戲㗎嘛，所以都係其中一部戲咁啦嚇，冇乜特別。咁觀眾肯定好想知就係電影版呢個劇情會承接電視劇啊，定係會有新嘅元素加入嘅？基本上都係好似007或者 Mission Impossible 咁樣，每次都係一個新嘅任務啦，就以一個靈魂人物阿丁姐作為一個軸心點啦。咁今次係另外一個任務，而又遇到另外幾個好特殊嘅人物，亦都係似有非有，似敵非敵嘅。就包括張家輝、古天樂同埋吳鎮宇啦嚇。你知即係而家演員嚟講，大家都好着重自己嘅戲份啦，同埋自己有冇得發揮啦。咁都做咗一輪平衡嘅工作，令到大家都有發揮機會，同埋大家都覺得大家位置都無分彼此咁樣，先至可以做得到，大家都參與呢個戲啦嚇。